經口服或注射，藥會透過血管去到每一個有血液輸送嘅細胞。好多年前，藥廠發明化療藥，殺死正在增生嘅癌細胞。結果嗰啲冇癌變但不停增生嘅細胞，例如骨髓中半成熟嘅紅血球同白血球，便會被化療藥毒死，病人因此會貧血，所謂不良副作用。更加危險係，好多化療藥可以令癌細胞擴散。喺2007年，當時香港大學醫學院嘅鼻咽癌專家袁寶榮教授喺鼎鼎大名嘅研究刊物《Cancer Research》發表咗一篇令化療中嘅病者會憂慮嘅報告。原來一個第一線化療藥信確 Cisplatin 會透過刺激癌細胞嘅蛋白質 NFKB、Nuclear Factor、Kappa B 令癌細胞擴散。呢篇報告喺2007年發表，但到今日，醫生仲喺度開各種能刺激 NFKB 嘅化療藥。病人當然相信醫生，但醫生冇睇到有關 NFKB 嘅研究報告，結果癌細胞擴散。所以，若醫生開化療藥，記住請醫生寫下藥名，去互聯網睇下該藥會唔會刺激 NFKB。以前我提及綠茶素、洋蔥素、薑黃素、芹菜素能強迫癌細胞改用氧化磷酸化嘅方法從葡萄糖釋放能量，但所有嘅癌細胞都避開氧化磷酸化，因為呢一個方法會令癌細胞內嘅線粒體滲出氧游離基而凋毀 apoptosis。 呢一個便有趣啦。就以肝癌為例，醫生會用化療藥殺死肝癌細胞，但同時亦會傷害其他細胞。但如果改用以上嘅4小寶，迫使所有細胞用氧化磷酸化，正常細胞冇問題，但癌細胞便會凋毀。